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8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4篇，以赛亚书第5章第50到23节，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就是社会公义。咱昨伫以赛亚书第5章的经文来去看到上帝用泡汤圆来讲到生产无好的葡萄树这个讲到以色列人失去着这个社会公义的心。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离开上帝。不但安尼，因还阁亏待需要帮衬的人。对伫孤儿寡妇，若照是这个摩西律法，因应该着爱照顾保护遮个人。但是事实上，以色列人却是违背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旨意。咱对几位的经文来看。出来及记第22章22节到24节，摩西安尼讲：毋通虐待寡妇或者是孤儿。如果恁虐待因，我上主就要听因的求助的呼声，并且发授去，互恁死伫个道下。恁的某要成做寡妇。儿女要成做孤儿。特别的诗篇中间也提到到上帝的特质，就是看见以色列人的责任，就是咱咧讲的社会公义。诗篇68篇第4节到第5节，安尼讲：大家向上帝唱歌，学了伊的名，为着迄个。祭魂的有备道路，伊是上主，恁都爱伫伊面头前欢喜着跳。上帝住伫伊的圣殿内面，伊看顾孤儿，保护寡妇，伊互孤独的人有厝通好住，互受领的人重新得到自由。但是背叛的人要住伫趴远的所在。诗篇146篇第7节到第9节，因为着欺压的人来主张正义，伊赏赐食物互夭饿的人，上主互被救赎的人得到自由。互痴迷的会通看去，伊扶起被压迫的，伊疼惜正直的人，伊保护囝脚伫外地，伊辅助孤儿寡妇，但是要来拍败邪恶的人的诡计。就着咱时常听到人讲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头壳。当以色列人用选民的角度来讲伊家己的时阵，就无看到因的责任。亲像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耶稣基督所提到迄位袂晓饶赦别人的这个歹的仆人，原本伫王的面头前求赦免。当伊换到一个位了后，伊就对别人用真恶毒的面来肖像。以赛亚先知斟酌讲到以色列人的歹所行，伊控告因，并且讲恁伫要害伫以赛亚书第5章第8节到第23节，拢总出现6摆。可见以色列人的歹所行真正有够严重。先知以赛亚甲以色列人讲：恁伫要害恁已经有田地、厝体，
搁要贪别人搁较济的田地甲厝体，别人连大个所在都拢无，恁竟然甲一大片的土地独独占去。我听见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遮个真水的大楼拢要荒废，无人通徛起。10公顷的泡汤园，较济嘛是敢若会当结10公升的酒。10拿未整，还佫收袂到1拿麦仔。接续了后，佫误解，讲着恁伫要害啊，拢有讲着接续其他的原因甲理由。以赛亚先知继续描述以色列人其他的歹所行。因为因失去社会公义的使命行为，以色列人就家己骄傲，变成做讲恁是是非不明，光甲暗颠倒，天酷不分。这是以赛亚先知所对因讲的。因的行为事实上就是是非不明颠倒，失去了分辨的气力。因还佫掠做家己真正聪明有够也聪明，就亲像洗礼约翰伫约旦河边对法利赛人经学士所讲的话。圣经讲，约翰看见济济法利赛人甲撒都辣街人来求洗礼，就对因讲：恁遮的毒蛇，上帝的审判伫要到啊！恁掠做会当得闪吗？着爱用行为证明恁已经悔改，毋通家己掠做亚伯拉罕是恁的祖先，就通得闪审判。我甲恁讲，上帝会当摕遮的石头，为着亚伯拉罕做出子孙来。斧头已经看伫树根顶悬啊！若无结好果子的树，就拢要斩掉，滴入你的火内底。这是伫马太福音第3章第7节到第10节所记载。以色列人总是家己掠做家己真聪明，通好得闪上帝的审判。咱是毋是有可能会安尼呢？这个世界有济济的假神。偶像，但是真侪人还佫真痴迷的敬拜。伫初代教会中间也出现一寡假的先知，传达假的圣神，咱会通讲这就是异端。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安尼甲咱讲：亲爱的朋友啊，对伫遐个自称有圣神的，恁毋通拢相信。总是爱查验因的神是毋是出自上帝，因为已经有济济假先知世界出现啦。约翰安尼讲，恁怎样来辨别上帝的神呢？什么人公开承认耶稣基督降世做人呢？什么人就有上帝遐来的神？什么人无公开承认耶稣？什么人就无有对上帝遐来的神？伊所有的对得基督的神，恁有听过这个神要来，已经伫这个世界啊。所以，如果咱听假先知的话，追求假的圣神遮个人的行事做人敢有公义？其实当然是袂啦吼。因为假的圣神并无教世人公义，假的圣神用满足遐个假先知，遐个传达假信息的人。只有上帝的神是公义甲疼的神。约翰哥安尼讲，但是恁啊，恁是属是上帝的，恁已经赢过遐个假先知。因为迄伫恁内面的圣神，要比世间人内面的神搁较有气力。因讲论着世界的事，世界内人听因，因为因属伫世界。但是我是属上帝的，
认捌上帝的人听叹咱，无受上帝的人无听咱的话。凭即点，咱知影怎样来辨别真理的神甲错误的神。要安怎来辨别真理的神甲假的神，并无真困难。不过要来审查一个人是毋是照着真理的神来活，只要看伊会通结出活见证啊无。重视所托的社会公义，就会当知影。就好像亲像伫昨做即个信息所咧讲的，葡萄长甲葡萄的收成共款。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嘛，甲咱讲，听是无求家己的利益，真听真理的神所追求的，就是公义。今仔日的诗篇74篇，因为篇幅较长，请咱家己来读就好。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通来听见主你的呼召，互阮来看见阮需要来帮衬照顾这会需要帮衬的人。阮爱有社会公义的生命态度来见证阮是属于你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